It is the time now,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 喂，听得到吗？因为有人让我来做个自我介绍，所以你们凑合听听吧。我叫霍金斯，姑且也算是凹凸学院2年 C 班的一员。什么？你们没见过我？所以我这不是过来介绍了吗？我是个打工仔，平时没事给班主任打打小报告，赚点冰淇淋，暑假再顺便去班主任家里蹭吃蹭住蹭空调，没什么特别大的理想。你问我班主任是谁？我班主任姓雷，叫雷太子。对，叫雷太子。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我们雷家一直以来都有个规定，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男孩就叫雷太子，是女孩就叫雷公主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叫老师太子殿下。他就不觉得说这些话很尴尬吗？哦，那不是霍金斯吗？你一个人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哦，我在盘算雷师什么时候经过。现在是课间，的确是抓那个小王八蛋小辫子的好时机。真是辛苦你了，我再给你买个甜筒吧。我要巨无霸香草脆皮爆浆奶油黑巧克力芝士甜筒。原味蛋筒吗？我记下了。老师，下节课还是自习吗？哈哈，昨晚我从隔壁班的紫棠老师那儿借了根粉笔，贴身携带。你从昨晚起就揣着根粉笔到今天？哼，我看这一次，看谁能从我手里把它偷走。等着瞧吧，小王八蛋！一根粉笔就能让他燃起斗志，他果然没救了。对了，他说的那个小王八蛋是他弟弟，我的同班同学雷师。就是那个叼着草的家伙。0角号的车胎已经补好，电也充满了。老大，很好，全员上车，准备去烤肉店。大哥，你们接下来的课，我把那家伙的粉笔全藏起来了，今天肯定又是自习。出发！哈哈，烤肉！雷太子果然拿雷师没辙，但他们雷家最有话语权的人其实是他，就是他，两兄弟都怕的人。喂，霍金斯，我那个不中用的哥哥和不中用的弟弟，最近怎么样了？您请放心，他们一如既往的不中用，目测未来5年内也不会开窍。那就好。他真酷，我喜欢。你问我平时都在干嘛？当然是睡觉啊！省电是人类的本能，就像60分能及格，就没必要多考1分一样。到上课时间了，我也该回教室睡觉去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这个企划的万能 NPC。终于等到我的自我介绍时间了。我在这里，还有这里出场过。至于这个和这一个，是我的兄弟 NPC A 和 NPC B。因为我是个 NPC， 所以我没有例会，也没有专业声优，声音还是拉工作人员线配的。在这个动画里，我的出场率可能是最高的，我要在各个班级都出现，在学校门口出现无数次。I have a dream， 有一天，我希望也能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例会，我自己的名字，我自己的粉丝，直到有一天能由我做主角的动画片。这里需要加个 NPC。NPC 呢？快点来干活！ So it is the time now, the time for you and me to come back to school.